秋易故事大過，星書歸藏錄序章天動傾斜。秋分夜半，北斗月病詭異指人，星官蒼離嘅青銅鬼針喺指正時分，零點偏離石龜，投影裂成雙影。田壟間高粱未熟先落，井水逆流，老龍白羽靚滂離報。天動節了，村人見大角星西墜三度，都話末世將至。蒼離撫磨龜甲卓文，裂痕顯出，巽下對上卦象。低語非末世乃大過，天書至孝之時。第一章白茅戰力初六爻。蒼離登上觀星台，見新月如銀鈎懸於日輪之下，恰似瑤池。初生之月似白茅，佢急令村民採白茅編織成網，鋪於塌陷田壟，猶能克剛。白茅根落可導地氣，蒼離將茅網按星宿方位鋪設，當夜煲於茅草吸附泥水，地底竟浮現熒光經緯。月令0.5日嘅新月引力，如無形之手修復斷裂地脈，曆法密碼月黃經差異度4，形成天然引力緩衝層，中和地磁紊亂。第二章枯楊生田九二爻。白露時節，枯楊樹突發新芽，蒼離察覺，巽卦異動，月在爻下4度，汪經差4度4，至秋收曆法斷層。少女稱為背地鬼而嚟，以竹籤測影，若然收成4日，可夠7成糧產。佢將夏小正同自創月令新譜並置，枯楊枝條暴長成藤，喺兩卷曆書間積就陰陽曆網。當雙曆重合，空殼稻穗竟二次貫張。曆法奇蹟，老夫太陽曆與女妻太陰曆偶合誤差，是有3於豫丁3於巳4地激發作物代謝。第三章天動矯正93、94爻。尾初時分13點15分，運天儀嘅天動軸同處西傾3度，蒼離以青銅舉尺測量，經各秋分點卡喺各宿7度，黃經177度4，未達正位，需過正5度方能復位。佢啟動運天儀大角星，黃經195度4，照射金光，如天索捆住月輪。3日後，同處復位5正12點，北斗月病終止正西，高粱田湧現新生綠芽。星書秘法，秋分點同大角星形成天極三角，盛載曆法波動。第四章曆劫涅槃95上6爻。申初15點，枯楊突綻，迎南花朵，花瓣飄落處顯現震卦文，清則驚呼。月演滯後6度，陰陽曆徹底脫鈎。蒼離將虛月同符插入樹幹，欲則星軌而顯露，唯有毀舊曆方能斷桑爭。火焰吞噬，歲曆竹簡。新正時分16點，上弦月如舟，沒入天河。銀經50度4，剎那間銀河星橋浮現，牽引新月重生。物歲復歲，母雞復上。28宿喺歸藏玉碑上重組緯度網。終極啟示，滅頂非終，乃曆法禪退。大過非禍，實文明躍遷。星間永冥。蒼離刻下結語，天書傾斜時，當思白茅之由，陰陽背逆處，雖借枯楊之印，大過非災劫，乃星漢自愈之書機。運天儀永駐觀星台，花瓣狀星圖流轉不息。嗰係以授時曆為藍本，融合虛照密文與量子緯度嘅歸藏曆法，喺銀河暗物質中書寫永恆動態平衡。全故事貫穿義理與曆法科學，將危機化